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带来一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2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还是先看房企的消息。久久没有音讯的恒大许家印突然传来了消息有了动静。11月26日晚间，中国恒大在港交所公告，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11月14日发出法院命令，根据该命令，由于中国恒大未能根据广州法院发出的执行通知书履行相关的义务，广州法院对中国恒大及许家印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其在高消费领域非生活或工作必须消费行为。我记得对许老板进行这个限制消费措施这好像不是第一次上一次咱们已经聊过了。他现在在蹬缝纫机，一天能消费多少呢？一般的好像是一个月只有300块吧，他是不是特殊咱不知道如果不搞特权，一个月就是300，多了他也花不了。这个公告的意思它的意义在于告诉大家，许老板还在喘气，还没有离开大家。那其他的房企日子就好过了吗？其他的房地产开发商那些老板日子怎么样？好也好不到哪里去都是乌鸦站在猪身上，谁也别笑话谁。这个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11月26号，佳兆业集团有限公司新增一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20亿余元，执行法院为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这个佳兆业集团现存10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318亿元，这个是好不了的。看融创11月26号，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3条被执行人信息和恢复执行信息，执行标的合计10.5亿元。天眼风险信息显示，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现存130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过528亿元。感觉这个数字是越来越大上个月还是400多亿，现在已经528亿了。该公司还存在多条限制消费令、失信被执行人和中本案件信息，这个债是越滚越多还有这个正荣地产被强制执行6.7亿这些是知名房企目前这个困境但是其他的房企是不是日子就好过呢？财经网报道说3季度 A 股房企在手现金大幅净流出，短期偿债持续承压，就是第3季度这些房企手上现金更少了，还债压力更大，这个现金是净流出。财经网说房地产的资金困局发酵至今已逾3年，大部分房企的现金流持续净流出，偿债能力大幅下降，但短期内房企到期债务规模处在高位。你看一个是没钱了，一个到期债务越来越多，那不就是违约的越来越多吗？暴雷的越来越多吗？网上有传言说万科什么一个债要延期，然后万科立马出来辟谣说没有，对吧？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那说明万科现在也是艰难的生存。他那大股东深圳地铁更惨。本来说这个11月份楼市非常火不是止跌回稳吗？止跌回稳，那开发商卖的房子多现金流回来的多整个上市房企现金流状况应该改善才对，结果事实上是假的财经网报道是3季度 A 股房企现金流是大幅流出，这个不正常，对吧？如果他房子卖的多了，现金流回来的多。根据万德统计数据，截至2024年3季度末，97家 A 股上市房企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合计7373亿元，相比2024年6月末减少649亿元。这意味着这些上市房企现金在第3季度净流出650亿元。总之这些上市房企现金流的压力并没有得到这个缓解，恐怕压力越来越大。根据2024年统计年鉴说，截至2023年，房地产开发企业数量约10万家，比2022年减少了3151家，其中外资企业数量减少比例最高，达到了26%。从统计年鉴上可以看到，房地产平均从业人员数量2019年达到顶峰，共有294万人，到2023年末，整个行业平均从业人员只有200万人，减少了94万人，降幅近1/3。也就是说整个房地产行业提供的工作岗位少了94万。那你说这94万个人，他本来在房地产行业的，现在去哪儿了？说从2022年至2023年，光这1年，房地产行业就有44万人离开，少44万个工作岗位。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大学生一毕业就就业难，现在整个的就业难。一个房地产行业，你看跟它高峰期就少了94万个岗位这只是一个行业那其他的行业呢？我们再看这个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那个公布的数字说，截止到9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
账款25.7万亿，同比增长7.6%。10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26.33万亿元，同比增长7.8%。然后呢，10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10%， 9月份下降27%。你看从这个看啊，你感觉好像10月份这个工业企业利润下降的速度慢了，因为它只下降了10%嘛，9月份是下降27%啊，所以有很多人说啊，这个企业这个状况有所改善，因为它利润的降幅小了。实际上企业的营收和利润都在下降，但是应收账款却在增加，大家想一下是什么原因？哎，这也是为什么要化债的原因，对吧？你不搞这么多钱去化债，大家就是三角债都得完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这个营收在下降，利润在下降，但是它应收账款在增加，那就是说大部分大家都是欠账收不回来。那源头是哪儿呢？源头十有八九是在那个就是城投债啊，也就是政府手上，这个钱给不出来，一级一级往下压，大家都结不了账，大家赚的都是应收账款。这个应收账款它是弹性的，大家知道吗？这负债是刚性的，应收账款是弹性的。你说你啊，外面欠你1000万，你真能要得回来1000万吗？不一定啊，你到时候恐怕要回来500万就烧高香了。但是你的负债呢，你欠人家1000万，那就是1000万，你呢还能跟人家商量说，我给你500万行不行？怎么可能行呢？除非你破产。所以这个你负债是刚性的，你欠银行1000万，银行能给你打折吗？1毛钱打不了，顶多把你罚息啊，罚息那些给免掉，利息都免不了。但是别人欠你的钱那是可以打折的，应收账款可以打折，应收账款不仅可以打折，而且可以不给你，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多应收账款还在增加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企业纷纷倒闭主要原因。所以急于要化债，化债让有些企业免于倒闭。我看这个银行现在也是疯了，恐怕这手上大量的钱放不出去啊，这个完成 KPI 压力比较大。这个格隆汇啊11月25号报道，他说武汉可凭商业秘密贷款，就是你有商业秘密，你把这商业秘密押给银行，你就能从银行贷款。据湖北日报报道啊，他说凭借商业秘密也能贷到款了。11月22日获悉，说湖北佳琦扬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商业秘密作为质押物，顺利获得交通银行120万元贷款。据了解，这是武汉首笔以商业秘密作为质押进行的贷款，此前更多是以专利权、商标权进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这个商业秘密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商业秘密值钱吗？就给人感觉好像是这个黑料，你手上有谁黑料，拿这个做质押，对吧？给钱，如果我到时候还不起，对吧？没办法还款，你把这黑料爆出来，被爆料那个人老老实实还钱。商业秘密也能贷款，这确实啊，就说明这个资产化，哎，只能说明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一般的是拿房子、拿土地去抵押，这实在不行，拿股权，对吧？给人白户，或者是拿什么专利权、商标权压在那儿，能贷点是点。现在这些资产都没有了，但是企业也要发展，但是这些企业本来是上胡适啊去圈钱的，但是它也不够条件，那没办法，那只能搞这些什么商业秘密质押，所以这反映的应该是个资产化。但是这个风险啊，就给到了金融机构。最近有个媒体报道啊，说济南市平阴县以9.24亿元出让该县低空经济30年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者在特许经营期内负责低空经济运营和维护，提供飞行执照陪驾等服务。这是全国首宗卖天交易，也是地方政府继土地财政后探索新的敛财渠道。这个大家可以看这个叫济南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布的啊，平阴县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出让项目。有网友说啊，他们终于向天下手了，地对吧已经卖不动了，那就改卖天吧。哎，土地财政已经玩不转了，开始玩这个叫天空财政，再不行就卖空气。不有专家已经建议了吗？收空气税或者收呼吸税。水资源收税，大家现在已经认可了吧？水资源税啊，没毛病吧？那水资源能收税，空气为什么不能收税？空气难道不是资源吗？大家想想这逻辑是成立的啊！你水资源收税，现在已经没有人敢这个说个不字了。我看那个央视报道啊，有很多洗车店呢，还有洗浴中心，就是这些用水大户啊，偷偷的挖井取水，结果被查到了，都要罚款了。那个水资源是国家的，你以为你打个井，你从地下抽水，国家就不管你了是吗？那都是国家的资源。所以同理啊，就是水是国家资源，空气也是资源。所以有一天啊，这个餐馆对吧，所有的什么工业企业、娱乐场所，这些人群聚集的经营场所都要收空气税，没毛病啊，逻辑上是成立的。当然了，它不像消费者收啊，它可以向经
营户收啊，你餐馆每年要交多少的叫呼吸税？哎，就像那个洗车店要用水，对吧？洗浴中心要用水是一样的嘛，也要交水资源税嘛。完了之后，这些商店他再把这个税再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所以说这个应该不远了，因为毕竟开始卖天了嘛，确实找不到好的收费项目。他这个9.24亿，这到底贵还是不贵呢？这个挺有意思啊，这个你这估值怎么估呢？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们收钱的决心。这个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啊，他说佛山3家5星级酒店出售，佛山希尔顿、顺德喜来登等酒店出售。记者注意到，近期佛山市场上出现多家酒店打包出售的现象，涉及佛山希尔顿、顺德喜来登、山水金太阳等5星级酒店。媒体报道啊，11月26日，佛山市顺德区华财企业投资有限公司债权推介公告中披露，顺德喜来登酒店作为抵押物出现在公告中。该酒店物业由广东信诚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估价8亿8877万，扣除计处置税费后净值为7万9014万元，抵押足值首封，已取得立案通知书。前不久啊，咱们也介绍了这个碧桂园，对吧？他在那个佛山的希尔顿酒店也在寻找买家，开价15亿。为什么这个佛山3个5星级酒店都在卖呢？一个啊，跟那个他的业主有关系，业主恐怕债务问题解决不了，比如碧桂园就是他不得不卖这个资产回笼资金啊。另外一个啊，恐怕也说明这个佛山这个旅游行业啊，文旅行业现在非常低迷，就是5星级酒店不仅不赚钱还赔钱。本来这个酒店行业啊，它是个现金流行业，它主要能产生大量的现金流。那现在这些人为什么要把它卖掉呢？我觉得除了债之外，恐怕就是这个文旅行业非常低迷，导致这个本来是现金奶牛啊，它也没有现金了，恐怕还要往里搭钱运营啊，不如卖了算。毕竟啊，北京上海的这个餐饮行业都已经开始不赚钱赔钱了，餐饮跟文旅对吧都是密切相关，酒店住宿啊本来是息息相关的。这个凤凰网财经报道啊，他说单价超15万的豪宅，上海豪宅今年已成交2000套，谁在扫货上海豪宅？上海豪宅市场热度依旧，今年上海豪宅项目走出独立行情。10月27日，位于上海黄浦区核心区域的外滩1号院2期3批次开盘，均价17.2万元每平米，158套房源单日售罄。据融创官微，外滩1号院2期在今年内已3开3罄，总销售套数472套，总成交金额215亿元。根据这个科尔瑞上海机构统计，2024年上海共产生30个日光盘，其中均价10万元每平米的豪宅日光盘就有17个，占比接近60%。受中高端住宅供应维持高位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10月上海新房环比涨幅持续领跑全国，环比上涨0.3%。同时，上海新房价格自2022年6月份以来环比持续正增长，环比已连续上涨29个月，并且自今年3月份以来环比连续8个月领涨。在业内看来，今年以来上海豪宅市场热度持续较高，改善性需求旺盛，在一定程度上支撑起房价的坚挺走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就截至10月30号啊，上海共成交单价15万元以上豪宅项目至少16个，共计供应套数2472套。从成交情况看，10个项目开盘实现日光，1个项目开盘单日去化率99%，16个项目开盘日共成交2226套。这个就是我一直说的啊，为什么上海对吧，只有它一个城市新房价格是在上涨，就是豪宅卖得多。昨天咱们节目也说了，这上海很多地方新房依然有卖不动的，对吧？半个月一套都没卖的，就是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冷热不均呐。它卖的豪宅多，对吧？2000多套，15万元1平米的，你上海到现在为止一共卖了多少套房子？一共卖了多少钱呢？你说这豪宅就涨了多少？所以它的价格在涨。但是这些豪宅跟韭菜有关系吗？跟韭菜没有1毛钱关系。这些房子都是3000万起，但是它又影响了上海的新房价格。所以说啊，不要一看到说上海新房价格涨了就瞎激动，没有用的。豪宅价格涨只能说明有钱人还是有的，只是韭菜他没钱。这些有钱人呢，他把钱存工行，他也不能存太多，对吧？他的钱要分成几份，要分散投资，鸡蛋不能搁在一个篮子里面。所以买一套豪宅，对吧？核心区的豪宅就成了首选，因为只有豪宅他认为才能保值升值，也就是位置好的，地段好的。所以这一切跟韭菜没什么关系。韭菜看得上的房子，韭菜手中的那些房子恐怕并没有涨。我们再看网上啊，有一位上海的断供
他写的这个小作文，你看同样是上海，一边是豪宅，对吧，15万1平米的房子秒光，一边是韭菜断供。这位业主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2019年我倾尽所有，花费800万在上海浦东购买了一套心仪已久的房子，首付300万，贷款500万，每月需还月供3万元，那时的我满怀憧憬，期待着未来的美好生活。他说然而好景不长，去年7月我所在的公司突然裁员，我成为了不幸的一员，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面对每月3万元的房贷，我逐渐感到力不从心，断供的阴影渐渐笼罩心头。一旦失业了，每个月还3万，那这个压力太大。他说回首过去啊，我发现贷款总额竟然还有480万，不是他一共贷了是500万，完了之后他还了3年了，他一查发现他贷款的总额还有480万，你说神奇不神奇？吃惊不吃惊？他说近3年偿还的108万中，利息竟高达72万，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你在前面还的，这基本上在还利息啊，本金根本就没还多少。这意味着我大部分的还款都化为了利息，本金的减少速度远远低于我的预期，所以他还了3年还剩480万。失业后家庭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原本每月的生活开销在5000元左右，现在不得不压缩到2000元以内。孩子的学费、日常的开支，每一项都让我倍感压力，更别提曾经计划的旅游、购物等娱乐活动，如今都已成为了遥不可及的奢望。供货的日子更是煎熬，银行的催款电话此起彼伏，每天不少于10次。这种精神压力让我倍感焦虑。随后的法院传票更是让我陷入了无尽的恐慌。房屋拍卖的消息传来，评估价为600万，2019年800万买的，现在评估价是600万，就少了200万，但是拍卖价又是评估价的6折，所以这个起拍价仅为360万。若以此价格成交，我将失去房子、首付以及140万的银行贷款，加上已经偿还的108万，总损失高达608万。这个数字让我感到触目惊心。你看看啊，一个中产怎么就变成一个破产的？他这3年钱都白还了，完了他还差银行140万，就是他损失一共608万。不光这个啊，他说我还需承担违约、罚息、案件受理费、律师代理费，他还执行费呢。这法院拍卖是要执行费的，额外费用共15万。这些费用对于已经失业的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面对如此困境，我深感后悔。如果当初购房时能够更加谨慎，考虑到失业的风险，或许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但现在后悔已无济于事，我只能面对现实，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最主要的，他的房子拍卖掉了，他还欠银行120万，完了还欠法院这个执行费、律师费等等啊，诉讼费15万，辛辛苦苦为谁忙，对吧？这个车车弟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把钱全部洗劫一空，完了之后还要欠银行钱，房子也没了，鸡飞蛋打。所以说那些网上啊，老是忽悠韭菜去炒房的，对吧？这个时候你忽悠人家炒房，那就是害人不浅。所以咱们一直建议刚需房，对吧？你得考虑你的风险，你是刚需，你得考虑一下，你如果失业，你能不能扛3年？哎，如果你说你失业，你扛3年没问题，对吧？那你才能买。3年之内你得找到工作，否则你要断贷，一旦断贷断供，你看看，不仅房子没了，前面付的钱没了，你还差银行钱。这个还是说他360万能卖掉，如果卖不掉，二拍在360万的基础上又要打折，就会卖得更便宜，那他欠银行的钱就更多。这就是为什么啊，有很多人愿意把房子送出去。哎，去年不是燕郊还有很多地方人把房子免费送出去吗？条件就是你替他还按揭贷款就完了。为什么呢？你把房子送出去，好歹你已经不欠银行钱了，你的银行的贷款由别人来还。如果是法院拍卖，你看你还倒欠银行钱，每月还供3万，确实有点高，杠杆加的有点大，对吧？一旦失业，基本上扛不住，就是跟七大姑八大姨借，也借不了这么多啊。所以买房要慎重啊！咱们再看看这个过气网红城市杭州，这个钱江晚报报道啊，说在杭州市中心武林商圈高端楼盘板丹里，昆仑公馆占有一席之地，是与当年武林4大豪宅齐名的帝王项目之一。今天上午，昆仑公馆一套建筑面积300平的跃层大户型在阿里资产平台法拍，该房源位于地上33层高楼，9到10层，为西边套，2梯2户，房子评估价2010万元，起
起拍价1407万元，折合起拍单价4.68万元每平米。就是说杭州市中心啊，武陵山庄的一套豪宅4.68万每平米万出拍卖。虽然这套房源开拍前吸引了1万多人围观，但最终因无人报名而流拍。这个昆仑公馆啊，是杭州的老牌的豪宅，而且当年还是帝王，楼面价就已经是12245每平米，这还是2007年的时候。这什么意思呢？对吧？这个昆仑公馆啊，它的户型比较大，170平米，你豪宅嘛，然后既有地铁站，又有学区房，麦鱼桥小学。去年的时候啊，说这个昆仑公馆有多套房源现身法拍房，去年成交单价是6.3万元每平米。去年9月份呢，又成交一套，就是也是法拍，折合单价5.28万每平米。你就看见这个昆仑公馆啊，这豪宅它的价格是一次比一次低，这一次啊是4.68万元每平米，居然没人买，没人出手，流拍。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杭州的豪宅市场熄火，那只能这么认为啊，对吧？去年5月份拍的是6.3万，9月份拍的是5.28万，这都是成交价啊。今年4.68万，居然没人参拍，围观的人很多，1万多人围观关注，没有人出手，这个恐怕是杭州啊楼市的真正的样子，也就是杭州市中心的二手豪宅，价格4.68万元每平米都无人问津呢。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